较早的花就是安尼啊，看到毛远啊，爱才长才快。以前都爬咧好，好多种迄较早阮做囡仔懵落啦、香咧啦、啥啦，懵了一世界。愈侵蚀愈内底吼，就是会影响到咱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你即摆风台来，谁拍了就够花。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上游河川它补充的沙源被阻断了，变少了，所以补充到海岸的沙变少以后，它就容易让那个沙滩的变动产生一些变化。它原本在夏天是侵蚀，可是冬天会回淤的状况，因为沙源整体变少了以后，它可能补充的量变低了。那整个海岸线就会有慢慢退缩的一个趋势。沙源减少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大概是像我们有新建一些水库，可能把一些沙源去拦阻。那像我们山区的水土保持如果做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也会减少一些沙源顺着河川上游慢慢到海岸这样。那像水利署也有在做一些河川的一个疏浚。那这些沙原本它其实是要自然的回归到海岸来做补充的，也是被阻断。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沿岸会新建一些像渔港啊、商港一些大型的构造物，那它会有一些防波体，那这个防波体它也是阻断了我们原本就是海岸它沿岸流的一个流向，也会让一些沙碰到这些防波体以后，它就淤积在那里，那原本它可以再往回补充的部分就变成减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七股区庆山港的沙洲，那它属于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特别景观区，所以我们会跟一般的海岸所看到一些工法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这边是那个国家公园的特别景观区，所以会比较注重生态跟环境景观，所以我们采用的工法都是这种比较近自然的一个工法，像我们会取这种比较自然的那个竹子来做组装的一个打色。那还有像我们会施作这个沙场带，那它沙场带的主要的里面的沙来源也是从西湖里面去做一个抽取，等于是就地取材的一个部分，会对环境的冲击比较少。那打色竹桩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外海的波浪它去碰到这些竹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碎波的效果，让它的能量整个降低，才不会把沙带走。那做这个沙场带的部分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挡浪的效果。因为它是有一个孔隙力的一个控制，所以波浪打到它的时候，水会从孔隙排出，那沙会留着，这样才不会说造成我们沙洲的那个犄角会被冲死。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针对沙洲与西湖的保育，我们台南市政府呢，现阶段采取的策略呢，有包括我们在沙洲外侧施作竹桩及沙场带，防止波浪侵蚀造成海岸的侵蚀，那并就我们西湖抽沙来填筑，达到人工养滩及西湖疏浚的双重效果。我们会与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由政府单位来设置海岸防护林的一个相关设施及养滩，加上民间的一个种植造林，那共同改善海岸线退缩的一个问题，打造一个绵延的沙洲海岸林，一起守护七股西湖及维护生物多样性，达到在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永续的一个目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世界杯小棒锦标赛伫台南开幕以后，每一场比赛拢相当有看头。其中中华队已经拼到复赛资格进入前6强。主办单位为了守护比赛期间所有选手的健康，特别邀请安南病院进驻，由院长林胜铁来担任大会医疗长。虽然现场只是简单的减伤分类，不过包括骨科、小儿科、复健加急诊医学等专业，拢会轮流值班，用国际级的水准做上好的医疗准备。南医院的来主责这相关的救护，还有一些防疫。因为我们知道说，运动选手在球场上当然会有时候会滑垒啦、打击的时候会受伤。那相对的，我们有所谓的运动防护员在里面。那万一比较严重需要后送的时候，我们要做减伤分类。那这一块我们会请我们的医师跟护理人员在我们的医护站做相关的减伤分类或简单的处理。那如果需要相关的检查或检验的话，因为我们安南医院就在车程3分钟的地方，我们很快的会有一个绿色通道。在这边做要后送的时候，已经通知我们院方相关的，不要做超音波了，又电脑断层，我们会马上通知里面准备好，让这些选手呢会受到礼遇。
其实第3届同款伫台南所举办的世界杯消棒比赛，林胜铁当时是担任卫生局长，所以已经有经验。不过这届面对的是疫情的威胁，更需要加倍精进来完成任务。今年有 COVID-19 的疫情，跟4-5年前不太一样。4-5年前的 MERS-CoV 是只有在韩国流行，所以韩国队是重点。那现在新冠肺炎的关系是全世界都在流行，所以我们安南医院协助我们去他们住宿的防疫旅社呢去做采检。每一队进来，不管是晚上11点、12点，我们半夜都去采检。那相关的报道，因为是在安南医院自己做，所以很快就有结果出来。那今年的规定也是要出来比赛，每个球队早上都要先做完抗原快筛，那这个资料都要汇报到我们医务长跟大会这边，所以你能不能出赛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要最新的检查才能够出来练习或出来比赛。对这群小小运动选手来讲，不管未来这届发展如何，上重要是要受伤有健康的身体，会当努力打拼。但新闻滚集采访报道。区公所的业务繁多，不管是为人文到防疫，或者是为补助到防灾，只要是甲市民相关的事务，不管大细项，拢是区公所咧包办。所以为将区政做更好的推广，中西区公所这次就特别邀请总家款评以及自由时报记者来到公所，甲同仁分享影片制作以及新闻稿写作重点。公所这边有些新闻可能也真的很好，但是因为记者行程很多嘛，就没办法赶过来。但这时候你们手机就可以拿出来帮忙拍，像就你们记住这几个概念，就拉景、中景、特写，然后我们要去补一些周围的画面。我们也许今天是介绍中西区的一些庙宇，然后庙宇有带一些文物过来，然后我们就是每庙宇的文物啊，也是一样，照这个概念，中景、特写、远景。去多拍几个画面，然后你们记住一个口诀：拉、中、景、推、拉、攀。你把这几个镜头运用进去以后，你这个新闻绝对是能用。每年都是这个活动，为什么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去年跟前年有什么不一样？它又不是第一届我就很好写，至少是一个破题。那我今年已经到了第5间公庙了。那么这种常态性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的新闻点，它就会变成流水账，然后在黄金时间 PK 的时候就被人家丢掉，直接进入这种，这其实是很常见的。区长汪庆龙表示，中西区公所每当都会举办媒体学习课程，希望会当加强公所同仁对着区政新闻推广能力。政策除了透过平面媒体或是电子媒体或是活动先导给民众知悉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资讯的内容没拿去表现让民众很清晰明了这是很重要。所以每年的话，我们会办理新闻稿的撰写请我们的媒体专家来搞完这个员工的指导了尤其现在的电子媒体发达怎样去收集那个影像去剪辑提供给媒体丰富的资料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资讯传播给我们民众是很重要的今年感谢我们中嘉宽品的资源协助来让我们员工来知道怎么去做那个媒体的剪辑怎么做那个新闻稿的撰写台南市中西区长汪庆龙表示，区政的推动就是为民服务，如何将区政推动成果传达给民众，是公所真重要任务。透过这次课程，会当丰富同仁新闻稿写作能力，甲影片制作的概念。非常感谢中嘉宽评甲自由时报协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中西区算是台南4大元老庙的集中地，迎接七夕情人节，伫庙口办音乐会，互民众会当洗古节拜元老，大树骹听音乐，就是上大事的浪漫。所以，赤坎文化关怀协会特别邀请台南大学、成大 EMBA 的社团来表演，包括议员参选人蔡宗和嘛自弹自唱，除了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更借此推广府社庙宇观光甲音乐教育。在
醒来。一句话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也希望这次在我们的政见当中，有提倡了可以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因为其实，在学校一直以来都有在执行我们的音乐教育，会希望可以更多元化，因为更多元的音乐可以让更多的不同的文化做交流。后续青年音乐艺术协会嘛受到庙宇甲民代邀请，8月将要举办2场庙口听老歌。包括5号客家主祭奖、19号西港庆安奖，希望疫情之下用演讲来安慰人心。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台南市各界的重点，尤其桂林文化中心有好的设施，嘛有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是台南国乐团的基地。市府文化局为筹办这届指挥大师，甲青少年国乐训练营。特别邀请台南乐集杜杰明老师、生动乐团音乐总监蔡辉鹏，甲台南艺术大学国乐系主任黄俊时教授来指导。2号上午举行开训典礼，市长黄伟泰并且亲临主持，市长嘛伫个现场摕起指挥棒来指挥乐团。台南的国乐重镇在归仁文化中心，有非常好的设施，还有我们国乐团也是我们国乐团的基地。那我们一开始要招募这个学员，结果就来自北中南，还有高，还有澎湖、金门，许多的学员都热情参与。经过筛选再筛选，终于还是超额录取，总共100多位学员。我们今天来给他们开训，也希望说他们参加指挥班的，凭着指挥棒，就像哈利波特一样的魔法棒，能够让乐团演奏出他的风格。那参加国乐班的也可以，这个培养他们国乐的爱好。不管是现任的国乐人，还是未来的准国乐人，都欢迎来到归仁。我想都是归仁人，能够来我们台南，在未来6天的这个国乐营里面，能够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指导，能够让他们产生对国乐的兴趣，进而把国乐当作他们终身喜欢的这个乐器。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黄光佑表示，这届活动主要分作指挥班加国乐营2大主场。指挥班的学员采开放制，无论是科班或者是现任学校社团的指挥，拢会用报名。国乐营的部分，学生涵盖北中南，甚至平湖、金门拢有。国乐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指挥、作曲跟演奏。那台湾的指挥人才其实不少，但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引导跟专业的带领，特别是需要一些机会可以跟乐团做一些接触。所以我们这次特地办这个指挥大师班，希望学员能够跟职业乐团合作，也能够体会到怎么带学生乐团。另外一个就是学员的部分。那我们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的音乐家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音乐家，也都很有教学经验。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的经验延伸到台南或全国各地的乐团当中，所以我们特地招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作为乐团的学员，希望他们能够在这6天当中，把这几首曲子都不简单哦，能够经由我们专业的师资，还有这些年轻的指挥，大家一起共同砥砺，共同进步。然后能够呈现一个不错的成果给大家。这场名为点石成金指挥大师班，甲台南市青少年国乐训练营，伫个市长甲贵宾的开锣仪式过后，将进行为期6天的密集训练。这届演习的曲目，针对国乐的合奏曲，甲丝竹室内乐各安排4首。伫个结训以后，8月7号下午，阁有一场成果的发表会。伫桂林文化中心来演出，欢迎民众索票入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着加强甲会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消息会当流通，由施正荣领军的双荣义公司旗下的 Kids Fun 电子售票平台，甲台南文化中心合作，
除了协助管理会员系统，并结合艺文团体甲表演场馆的共同经营，希望艺文会当甲生活紧密连结。那尤其在现在的科技这么进步的情形之下，其实我们应该善用科技，去把这些剧场表演团体跟观众怎么样子去把它紧密的把它连结在一起。艺文阵线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三方利害相关者能够建构一个有效的科技平台，能够共创价值，然后让大家享受最好的生活品质。甲较早的方式无同，进前的会员资料较歹管理，而且有治安问题存在。经过优化，互民众伫申请会员以及买票的时阵，会当省下足侪时间。那这个系统的特色呢，就是在于我们给场馆或者是表演团队基于自己的会员，他们在第一个时间里面就已经有简讯或 email 将相关的最新消息、优惠活动等等，直接的和会员达到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台南文化中心为着造福会员朋友，甲餐饮业者合作推出会员优惠，后续会有更较侪表演团体甲场馆加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当你未来在看新闻，无论是不是你写的、你同学写的、你老师写的，还是你网上随便看到的，你一定要问大家，问自己一句话：大家跟我一起念。这是真的吗？很好。收看新闻、滑手机，甚至是身边亲朋好友讲的话，都是资讯。不过内容是否属实，就要靠自我辨别。亲子营队讲师的一句话，提点乐听人保有资讯判读能力。这是 LabC 与台师大、中嘉宽屏等单位携手，以一日亲子工作坊，带领家长孩子认识生活中的媒体，同时培育媒体素养。我们想要学习新的知识，跟学习新的不一样的那个看法，然后所以来参加这个，还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可以学习这个，就是媒体这件事情有真有假。那我们如果针对这件事情，可以让小朋友提早知道说，这个媒体不一定是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表象这样。那小朋友将来他长大之后就可以判断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有自己可以判断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充实暑假，不用一直玩电脑。新闻要有一些要公正，然后要求证，要有人事时地物，报道内容要完整。用词工整文雅，然后是否真实，然后持续追踪后续，专业人士被书验证。就是说那个你好，我们是小小采访，小小。你还好吗？小小记者，然后那个可以跟我们借一下时间嘛，然后就说那个我们然后就说题目，然后再讲一下内容，然后再没有讲过内容，就直接讲问。课程从媒体历史到演变过程，谈到真假辨别，最后培育亲子成为自媒体，担任真实新闻的守护者，实际采访并汇整资讯，完成一项新闻内容。那我今天分享给亲子的课程是借着让他们去采访过程当中做中学，去了解媒体素养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会去产出他们自己的新闻，
在台上分享他们自己采访的过程，那么借着老师跟学生其他人的回馈，去发现自己整理的内容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有什么表现好的地方，那么会更直接了解原来其实自媒体，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不仅是我们看媒体接收，更重要是成为一个能够发声的人，去影响这个时代。因为我觉得媒体能够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孩子，是一个世代，是一个整体教育或者孩子未来的成长。那么也不仅是孩子要学，其实家长也要学，因为其实家长过去也没有相关媒体素养的一个学习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亲子共学在媒体素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所有身边的孩子，他们都有媒体使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成瘾的问题，或者他有使用不当，不知道媒体里面其实包含很多假资讯这样子。对，所以我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轻松自在地体验媒体素养，但他们也可以从绘本、从活动、从亲子讨论的环节，还有互相共学的时间，就是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媒体使用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怀疑。就只要他拥有怀疑这两个字，他就以后不管使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接收到这些资讯，他都会有一定的判别能力。我今天上课的内容跟如何教导到他们媒体素养，其实第一步骤就是先带他们先初步的了解，因为其实我觉得媒体素养它的内容能力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环节是设计批判性的思考，让他们可以透过绘本。然后有一个原本他们认识的3只小猪的故事，跟后来有一个3只小猪真实故事的版本，去让他们了解两个故事其实是有内容重叠的，但他们同一个事件为什么不同的人在说的时候却有不同的出入点呢？所以我就让他们去做了一个审判会，这是孩子们觉得最刺激、最精彩的部分。对，然后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段时间就是亲子去讨论，然后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相同的立场，他们去说明的时候，同时间家长也可以发现他们在意的点在哪。那家长在分享的时候，孩子也可以从家长的观点去学习，就是他们在看待同一个事件，就是应该要去怎么判别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这是第一个活动。那批判性思考完是一个大方向，就从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跟轻松的绘本带入之后，接下来是让他们可以了解媒体是什么。所以孩子们基本上在这边的孩子刚上午学过之后，他们都可以知道原来就是生活中拿来接收讯息的工具都是媒体。对，就是认识媒体的判别定义，所以生活中充满这样子，包含口耳相传也算。然后从媒体是什么时候再到媒体的演变，就让他们了解到，其实他们现在身处在数位时代，大部分接收到的都是使用就是网际网路的，但过去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媒体，就是也希望他们可以去了解到以前的这些媒体跟现在的媒体处在数位时代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大概是整个课程的脉络跟里面所结合到的媒体素养。以亲子为参加对象，营队期盼让大人小孩都拥有媒体素养。报名开跑就获得热烈回响，讲师从想问找查，一步步带领孩子成为聪明乐听人，找出资讯隐藏的线索。记者温俊台北报道。为了欢乐青少年，暑假期间无地去会接触不良场所，甚至食毒。连市8月7號特別規劃反毒加交通安全音樂會，7月1號特別公布國內外這重量級的歌手，包括911加具俊晔，都希望透過這群歌手的個人氣加輕鬆的形式，來宣導毒品的危害加交通安全。Hello， 各位台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911，非常开心可以参与这个台南市的反毒音乐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当天呢也会参与，也会带来一连串的表演。很荣幸可以来宣导反毒，希望大家用音乐疗愈健康的生活。2022台南反毒音乐会8月7號晚上在台南市政府西侧广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哦，不见不散。Hello， 大家好，我是怀特。2022台南市反毒音樂會就在8月7號晚上，我會在台南市政府的西側廣場等你們哦。除了歌手用錄影方式來邀請大家參加，其中5位天嘛佇教育、警察、交通等各局處甲這位議員陪同，希望擺脫過去較古板的宣導，用活潑的音樂會甲藝人影響力較有效果。漫長的暑假裡面我們年輕朋友們精力旺盛，往往有時候會很擔心發生交通事故啦，或者是說這不小心被誤導誤入歧途啦。但是過去的反毒宣導或者交通安全宣導都坦白講是蠻制式的透過一些教育，透過一些有意義的演唱會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方式，把年輕人聚集過來，做一個
反毒以及交通安全的宣导，希望说大家一起来。8月7日，不仅是年轻人要来，成年人更要来，欢迎大家来台南市政府西侧广场来参加我们的反毒暨交通安全宣导。公益音乐会就定伫8月7號暗時6點半開始，伫市府西邊廣場。相關的資訊會當上市府網站，還是台南特地臉書來查詢。台南新聞館及何秋芳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